哦，前贤哦，在 Facebook 提供很多旅游的照片呢，写的文章水准很高诶，不简单不简单，人才人才。哦，隐翅虫，那个番薯啊，番薯拿回来啊，放地上干了，然后一个洞一个洞，奇怪，从那个洞里面跑出来的虫，它竟然就是这个隐翅虫啊！哦，好可怕啊，小心啊！不要看到这个虫就用手指头要去钻呢，你们用手去把它钻呢，拍死！哇，那个有毒液呢，凡是碰到皮肤就烂坏掉，你看烂的这么可怕，皮肤会这样发泡发脓，起泡发脓，很痛苦的呢，痛到都睡不着觉呢，有的都还要打针。啊，防感染呢，防那个严重并发症呢，要赶快念药师经，药师经，大悲咒，大悲咒。